好的摸摸卡，现在正面和队友静音接触这个2楼。开镜看一下，没人。丢过火烧下白车。哎呦，队友先走一步，只剩下摸摸卡一个人的残局，拉出来一个倒头就睡。现在的局势很紧迫，毕竟留给摸摸卡的时间不多了。现在在2楼架着，但是位置也已经暴露了，要不要冲一把呢？低小窗口，超市口都没见。摸摸卡觉得可能应该在沙发架着，还是决定赌一把吧，拉出去。哇，这闪应的表现比某个偷渡选手发挥稳定多了。看下 B 小，哇，又抽掉一个。摸摸卡给这个残局又增加了一丝悬念。现在摸摸卡知道超市里有人，还要静音接触吗？摸摸卡现在非常的神秘，超市里的人能不能及时发现摸摸卡呢？我操！摸摸卡已经完成4杀，没死见下包了。现在要找最后一个人的位置，能否带领队友打进加时呢？摸摸卡，你能做到吗？摸摸卡，太可惜了。